琳琅。该死的马，自己不跑让我跑。热血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到底能为他牺牲到什么程度，或者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你？小师妹。 小师妹，快醒醒！小师妹，琳琅，多日不见，姐姐很担心你。今天姐姐不用挂念我，琳琅很好啊。琳琅，过来，让姐姐看看你的伤势。我没事，青田姐姐，你还是去看看你车里的月影吧，他要让人给救走了。 你是谁？要带我小师妹去哪儿？快放了我九师兄，与他无关，你让我去哪儿都可以，别伤害他。我不管你是谁啊，我乃太乙山首席弟子岳峰，风流倜傥，功夫了得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小师妹。你要是听清楚了的话，就赶紧住手，赶紧滚，听见没有？九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苏姑娘，我说了，我不会伤害你。 你为什么就不信呢？这位姑娘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，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更不知道你带我来的目的。你要带我去见什么人？我怎么可能跟你走呢？如果我说，你跟我要见的人是日轩，你去不去？日轩？对，月灵宫右护法日轩。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你在意吗？我不想去见他。我求求你，别让我去见他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九师兄，你别伤害他，我跟你去就是了。他跟日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你醒醒！九师兄，九师兄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咱们怎么被绑起来了呀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个女人把我们绑在这儿就走了，她好像和月灵宫有关。月灵宫，魔教，惨了！听说魔教吸人血，杀人不眨眼，完了！小师妹，有时候再多钱都没用啊！小师妹，快把那块石头提过来啊！在哪？你前面那儿，你前面啊！我以为你已经走了。
你又要去找他吗？我怜你孤苦，且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这些年才对你倍加照顾。但你记住，今后不许你再接近他半步。你的心不在我这儿，我知道。今天我来，吃早点了，妹妹。妹妹，哥哥给你梳头来了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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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妹妹人呢？妹妹不见了。九师兄，你搞定没？放心吧，小师妹。啊。来，小师妹，我给你送吧。别，九师兄，你先别管我，你先走。你说什么呢，小师妹？师兄怎么能抛下你不管呢？趁那个妖女还没回来，咱们赶紧逃吧。九师兄，那个女人的目标是我，如果我现在跑了，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还会有第2次、第3次和第4次的。可是，哎呀，九师兄，你别多说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去找个帮手，教训那个妖女。师兄一定会回来，你等着啊，一定要等着。哎，老七，妹妹不在房间，也许在什么其他地方。你怎么就一口咬定妹妹失踪了？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杯弓蛇影了。就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妹妹她可不可能只是出去玩去了？我叫你们来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你们看，老七，你不会想着穿它出去吧？闭嘴吧你！这是我给妹妹新做的衣服，她答应过我，一定会穿这件衣服的。她绝对不可能不穿我准备的衣服就出门的。那你说，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去找啊！七哥说的不无道理啊。这样吧，妹妹的事情咱们先瞒着爹娘，咱们快点出去找找。好。大哥，你们去那边找。好，走，我们去那边。说妹妹不你们早点回来啊！好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咱们去那边。走。秦朗，我妹妹不见了。他在哪儿？把他还给我。不，即便你曾经对我有恩，但他是我的底线，你绝对不能伤害他。你爱他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你们3个到山上去找。是。你们2个到山下。是。我们走。冉冉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小师妹，你可真是个倒霉鬼啊！从小到大，大灾小灾不断，亏你还能活到现在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回去搬救兵吧。岳公子，来，秦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秦公子，小师妹被绑架了，你赶紧去救她吧。在哪儿？在山后面的破庙里面。你现在马上去通知苏家公子。是。走，带路。走。日轩，你我朝夕相处，
整整3个年头。自从你知道我的心意之后，就对我避而远之。一直以来，我以为只要我等，我就能等到你回心转意。可是你心里只有月影，只有他。你闭嘴！我偏要说，如果现在我把月影还给你，你应该感激我，不是吗？你够了！她不是月影。我真的不是月影。他居然说他不是月影。